生也不会忘记你为国牺牲的精神。故永生也不会忘记你为国牺牲的精神。故饥荒吗？我们的父母兄弟在吃草根树皮吗？吃草根树皮，如今连草根树皮都快吃光了。有的人饿得受不了，都在吃土了。吃土，吃土，很多人都胀死了。人们饿得吃土，可是年年对吴国进贡的贡品一样都不能少。是啊，一样都不能少，简直都活不下去了。听说大王已经派文大夫和范大夫到吴国借粮来了。啊，范大夫来了？他什么时候来的？如今他在什么地方？我也不太清楚。他们来借粮的事，还是彭大夫告诉我的。彭大夫？哪个彭大夫？彭同彭大夫，有他武书的荐介，预备投效在伯辟府里做舍人。他说，借粮的事全靠你了。靠我？是的，靠你。不是
有文大夫跟范大夫他们吗？可是富察只听你一个人的话。你要记住，越国的百姓嗷嗷待哺。换句话说，你可以让他们死，也可以叫他们活。这密件是范大夫托他转给你的。贬弃伍子胥，相会姑苏台。是的，要吴王贬弃伍子胥，阅兵才能打进姑苏台。伍子胥是吴国的磐石，磐石动摇，吴国就会倾塌。可是，希望你能全力对付此人。此人不除，雪耻无望。可是，富察呢？你要记住，我们是越国人。是的，你要记住，我们是越国人。其实，我们是越国人，这是无法改变的。那，你们要我怎么样呢？杀伍子胥。要夫差杀伍子胥，这是国家对你的要求。在王家找那个胖无咎，无咎，一辈子就好。珍奶姐姐，不要去了。好了，没事了，过去了。好了，没事了。这什么鬼毛病？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爹，自从西施夫人进宫以后，大王变，我变了，我变了。西施夫人进宫以后，大王再也不听信老臣的忠言。孤对任何人的忠言都听信的，只要孤
认为是重点。那对鲁国来的说客子贡邀吴国出兵救鲁的事，大王必须重新考虑。伯鲁乃是兄弟之邦，形同唇齿相连。唇亡则齿寒，救鲁志气，师出有名。再说败万乘强起，收千乘弱辱，吴国的声威因此而大振。虞姑的争霸中原不谋而合，这还有什么考虑？大王不觉得这是鲁越两国共同设下的圈套？此话怎么讲？老师远征，国内空虚，越国岂不有机可乘？再说齐国并不溃吴之意，何必因救鲁而树立强敌？老了，尚大夫，老了，一切都变得多疑多惧了，就像对西施一样。你以为姑听信过西施的话，中过他的计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可是，为了让天下人知道姑是有别于桀纣的，所以姑是不会让他离开后宫的，除非大王与他背道而驰。他要向东，大王偏偏向西；他说好，大王偏说不好，这样才免于中了他的圈套阴谋。这还不易如反掌，说是容易，做是难。尚大夫如此轻视我，姑与你打赌如何？但不知大王要怎样打赌。随你说好了。好，那请大王以中原打赌如何？大王如说能说不能行，便不要再论争霸中原。好，姑若能说不能行，从今以后绝不再提争霸中原4个字，均无戏言。尚大夫，姑若能说到做到，你怎么样？大王若能做与西施夫人背道而驰，老臣愿意输了这项上头颅。尚大夫，你的头姑不会让你的头的，只要你在姑发兵之前出使齐国一趟。出使齐国？既然子贡不远千里而来，我们也不能够没有点表示。如果齐国把在鲁的军队撤销，那我们就不发兵了。当然，老臣遵旨。真正的忠言，姑是听的。来，我们一言为定。击掌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二位为什么停杯不饮呢？陪臣等目睹胜利，而怀故国水深火热，民不聊生。此行乃是册封我主之命，前来恳请大王祭祀。但愿大王福容所请，越国君臣百姓终身不忘政绩大。承蒙大王赐宴，陪臣等并无扫兴之意，还请大王格外原谅。关于这借粮的事呢，救灾恤邻，国之道也。何况越王以北面称臣，大王岂能有坐视不救之理？大夫言之极是。大王如此宽宏大量，非但越国朝野感恩，就是列国诸侯也都要因此归心了。多蒙指教，不胜感谢。大王，
救灾恤邻原是好事，可是我国正在兴军，粮草最重。再说击鼓防饥，一旦我国也有了水旱天灾，那便如何是好？见死不救，你教大王于心何忍？老臣以为，大王千万不可因存心救人，反而忘了自身的忧患。大王，救灾恤民乃是大国的风度。昔日晋国饥荒，秦穆公慷慨借粮，因此秦国的仁义传遍了天下，才使秦穆公能够完成霸业。愿大王效法秦穆公的仁义。太子，可惜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后来秦国饥荒，向晋国借粮，晋却不借。晋国不报恩，那是晋国的不仁不义呀。伯嚭，你需要强词夺理。你也休要危言耸听。伯嚭，这有什么好争论的呢？关于借粮的事，等明天早朝再议。来来来，也为家庭节目，望大家开怀畅饮。关于借粮之事，在明日早朝再议。来来。正好，老夫有事，正要向夫人请教。不敢。请问夫人，越国水旱交迫，遍地灾荒，可是真的？真的。夫人不知道？妾身身在吴宫，怎知家乡之事？老夫这就要告诉夫人。而今越国灾情惨重，百姓无以为生，已有一子而食了。哦，请问夫人，府上尚有何人呢？上有双亲，另有姐弟4人。夫人，越王如今派特使2人前来借粮，依夫人之意，应该借还是不借呀？借还是不借？这是国家大事，上大夫当请问大王才是。此事与越国有关，也与夫人的家属有关，所以老夫先要向夫人请教。夫人以为借好呢，还是不借好？以我之见嘛，借还是不借的好。哦，不借。不借。夫人说的是反话吧？怎么是反话？夫人急火不顾越国，难道对双亲家属也无动于衷吗？我怎么会无动于衷呢？不过，我以为武上大夫劝大王借粮，是见义勇为；我劝大王进越，是假公济私。与其让我假公济私，何如武上大夫见义勇为呢？对，说的对。好好，夫人既然不肯假公济私，孤就不得不见义勇为了。2位可以安心，孤决意借粮，赈济贵国的灾荒。谢大王。哎，大王，怎么？上大夫，大王如此大仁大义，对救鲁发齐的事，相信也一定不会做事吧？当然，孤已经派武上大夫出使齐国，先礼后兵。对，先礼后兵。但愿大王永远见义勇为，并祝武上大夫
使其成功，免却生灵涂炭。机不可失，要当机立断。其实，我上大夫，我求求你，其实，你们这些太医，没有一个有用的，这么多年来就没有一个把夫人病医好的。今天要是再医不好，我扒你的皮，切你的肉，拿你的骨头遨游顶天的。大王，病人最怕吵，大王这么大喊大叫的，把病情搞严重了，可不是小人之责。那你就快点。夫人是虚火上升，焦虑失眠，受了点风寒，出身汗就好了。刚才已经吃过药了。药吃过没有？吃过了。太医说，西施心太重，郁闷成疾。郁闷？怎么会郁闷？还不是受了闷气，又不肯说出来。这样最不好了。有话千万不能闷在心里。什么话？什么人敢让他受气？还有谁呢？还不是武上大夫，整天的冤枉好人。西施人家背后说他好，他背后人家说西施坏。老匹夫，老匹夫。这是说吧。是。臣闻吴尚大夫已经秘密地把儿子送到齐国，交与齐国的权臣报甲掌管。哦，真有此事？事实俱在。吴尚大夫自以为两代元勋，功高望重，大王又不听他的主张，所以他生了怨恨之心。吴尚大夫性如烈火，凡事极端。如今既然胆敢私通齐国，那必有远谋啊！像这样卖主求荣，只顾私利，大王若是迟迟不问，那将是心腹之患，不堪设想。故一向以为他虽然倚老卖老，却是一个无二心的忠臣，没想到他也做出这种事。大王明鉴。再者，黄池大会之期不远了，列国诸侯均将参与争霸。臣闻齐晋两国均有争夺盟主之野心。若是吴国不参与争霸，那势必沦为弱小，从此将不能在列国称雄了。黄池大会当然参与。可是吴尚大夫一向都是不主张大王称霸中原的呀。决策在于公，谁敢动摇？大王圣明。15年来，大王南征北讨，宣布威德，为的就是在今天能够会盟诸侯，称霸中原。如今陈、魏、齐、鲁4国均在黄池等候，若是误了会盟的日期，那不仅失信于诸侯，而且贻笑天下。
像这样看来嘛，尚大夫，参见大夫。尚大夫有什么要事，请太平进内宫。石夫人正在卧病。恐怕吴国的病比施夫人的病还要重得多吧？你这什么意思？臣的意思是说，越国将息，吴国将亡。尚大夫，你老了，你很忠心，你讲什么我都懂的。你下去吧。大夫，你并没有懂，你并非孩童，你已经是50多岁的人。你应该看清楚，朝廷里里外外没有一个不是你的仇人。满朝文武对你不敢说一句真话，各国诸侯都在窥伺吴国，要来挖我们的祖坟。而大王还要远征北伐，去赴黄池大会。罗皮太宰与主校司马王孙苟昼夜不停地调动山军。老臣一想到大王的处境，不禁忧心如刀。这是大王的决策。20年来，寡人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有什么可虑的呢？他不等大王回眸回来，勾践大军已经打进姑苏，你简直妖言惑众。一念之间，马上调回北上大军，就在此时一举灭越，永除后患。尚大夫，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见，说来说去还是这些老套。尚大夫是怕大王北伐中原，灭了齐国。胡说！你可知齐国自战败之后，便与晋楚2强修好，为的是如吴再攻齐，晋楚便会联合对我。再有，便是心腹大患之越国。尚大夫旁敲侧击，还是不赞成大王称霸中原而已。罗皮，尚大夫，越国之蠢动境况，你难道一无所知吗？范蠡在东海建舟船，朱骥造战车，勾践卧薪尝胆，10余年来如一日，为了什么？列强诸侯哪一国不是如此呢？而且都怀有敌意。唯有勾践献宝书城，还派了精兵给大王助威，事实居在，何用怀疑？你请大王争霸中原，反对拦下灭越之居心，以为老夫不知吗？不妨说明。主张争霸中原是好大喜功，反对灭越是他越国的供奉。如此说来，那么尚大夫主张灭越，是因为勾践未曾供奉；反对争霸中原，是怕殃及令郎的安全呢？不必，你说此话是何用？好了，不要吵了。会盟争霸，寡人10多年来苦心经营，寝愧难忘。如今已经势在必成，绝不能够临阵退缩，自甘示弱。而且，这
这是天命所归呀，天命所归。大王的雄心可真令人吃惊。北方列国尽最强盛，会谋之时，北方诸侯绝不肯附和大王，而与晋王为敌呀。所以，寡人要率领全国精兵良将与晋国一决雌雄，也让北方诸侯知道南方强吴的厉害。穷兵黩武，非社稷之福。再说黄池争霸，毫无把握，怎么行贤教训？老臣反对。什么？你说过毫无把握，你说过行贤教训。君王不徇名利，不顾根本，眼见叫民穷财尽，居然不辨忠奸，不明是非，不分利害。住口！你竟敢如此大胆狂言！大王，独上拜，两代功臣，一心为国，失言冒犯，请大王暂息雷霆之怒，免得气坏了身体。算了吧，夫人，你不必人前奉迎，枕边进谗。国事如此，就是大王心里的花言巧语。伍子胥，我没有想到你会这样的不通情理。史夫人人前背后从没有对任何事、任何人进过谗言，你却如此毫无顾忌，当面侮辱夫人。你心目中还有君臣之分吗？大王，老二不知安分，心怀奸诈，不忠不信。大王，一贯欺压寡人，专权专位，侵害吴国。大王，老臣忠心不二，可是天也。张大夫，你偷偷的把令郎送到齐国去抚养，这件事难道忘了吗？对了，此事寡人隐忍至今，从来没有说穿过。伍子胥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大王，说，老臣。大王，无上待遇，两代忠良，千万不能赐死啊！左右，在将寡人的书剑取来。是啊，大王，大王，只可惜先王血汗得来的江山，白白的断送在你的手里。我看，你虽不杀勾践，可是勾践绝不会放过你。我是天之所生，地之所在，神之所使，谁敢动我？老臣死后，请父臣的眼珠勾悬在姑苏城上，我要亲眼看见越国大军杀进姑苏。我要豺狼吃你的肉，野火烧你的骨，大风扬你的灰，叫你骨肉糜烂化为齑粉。你还看什么？大王，请听老臣死前的几句话吧。越王勾践爱民敬贤，恳听忠言，此人不是必成大事。越王勾践寝不安息，食不兼味，此人不是必得其乐。越王勾践政军精武，立志灭吴，此人不是必为大敌。你还留恋什么？下去，下去！
18年，夫差14年，伍子胥死后，夫差更毫无遗迹，不顾民间疾苦，一心争霸中原，由邗沟北征，大会诸侯与黄池。我国10余年来，生具教养，上下一心，群策群力，已将雪耻复国的准备全部完成。现在，我们的机会到了，我郑重宣誓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即可公开与吴为敌，立刻军事部署，杀入吴都，活捉夫差，洗雪10几年来越国人所受的耻辱。不像话，吴人也太狂妄了。夫差想做盟主，不配。可是他千里迢迢带着兵车赶来，就是要争取主盟的。他们是蛮人，我们能由蛮夷之人来做领袖？不，我们晋国绝不同意。而且我相信，齐宋等国也不会真的同意由夫差来做主盟。那就麻烦了。有什么麻烦？天子派我来结盟，主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和平相处。要是因此而引起征战，那岂不失掉会盟的意义了？中原诸侯纵然流血千里，也不能接受夫差的领导。当初为了息事宁人，我曾经做了若干的退让。如今，请你去告诉夫差，晋国是传统的霸主。千万不能声张出去，要是让齐晋两国知道了，可不得了啊！大王，勾践大军势如破竹，如今太子阵亡，军心惶惶。大王若不能早日班师，恐怕姑苏危在旦夕。请大王早日。别说了，下去，大王下去。是。回来。是。还是赶回姑苏吧，黄池之会由他们去。大王，这不行啊！如此，诸侯们一定知道我们内部出了问题，晋人很可能追上来打我们，那将更不堪设想了呀。可是我们等在此地也不行啊，不然的话，我们把汉江的兵调到姑苏，再把爱宁的兵退到汉江。据臣看来，此时我们只有以攻为守，以进为退。明天我们出动所有的兵车，在黄池摆下阵势，看晋人如何。他们要是不服的话，我
面作战，腹背受敌，乃是兵家大忌。晋人不敢打，他们要是敢打，那回在齐国，他们早就打过来了。如今我们留在黄石仅有400乘战车，可是晋国他们不知啊。为大周之639年，己未夏5月庚申，无不差。晋武魏浙卢贾，宋仇曼，陈越，蔡祚，曹阳，蒙于宋之皇室，昭告于方明之神岳。凡我同盟，好物同之。自今以往，共讲王室，互相加害。若有害吾者，诸国同伐之。在晋，在鲁，在宋，在魏，在陈，在蔡，在曹，无不如之。如遇此盟，明神击之。如遇此盟，明神击之。
盟，明神机之。如遇此盟，明神机之。口血未干，岂能为信呢？若有害吾者，诸国同发之。大王，据庞同的来说，他很想在民间试探一个新计划。新计划？什么新计划？什么事？启禀大王，有人在城内散布谣言，说是阅兵就要打进国都了。扶商大夫率领地下冤魂再通空，军民人人心慌意乱，请大王不要说，你再去看看，把为首的给我抓起来。是，走。侦探姐，听见吧？你听见了吧？什么？鬼哭。哦，鬼哭，你听见了？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说，真是鬼哭？真的。真会有鬼？怎么不会？真是鬼。
等我，我已经把勾群兵全部调来，准备和勾结决死战。
也不会忘记你为国牺牲的精神。故饥荒吗？我们的父母兄弟在吃草根树皮吗？吃草根树皮，如今连草根树皮都快吃光了，有的人饿得受不了，都在吃土了。吃土，吃土，很多人都胀死了，人们饿得吃土，可是年年对吴国进贡的贡品一样都不能少。是啊，一样都不能少，简直都活不下去了。听说大王已经派文大夫和范大夫到吴国借粮来了。啊，范大夫来了？他什么时候来的？如今他在什么地方？我也不太清楚。他们来借粮的事，还是彭大夫告诉我的。彭大夫？哪个彭大夫？彭同彭大夫，有他武术的见解，预备投效在伯嚭府里做舍人。他说，借粮的事全靠你了。靠我？是的，靠你。不是有文大夫跟范大夫他们吗？可是富察只听你一个人的话，你要记住，越国的百姓嗷嗷待哺。换句话说，你可以让他们死，也可以叫他们活。这密简是范大夫托他转给你的。贬弃伍子胥，相会姑苏台。是的，要吴王贬弃伍子胥，阅兵才能打进姑苏台。伍子胥是吴国的磐石，磐石动摇，吴国就会倾塌。可是，希望你能全力对付此人。此人不除，雪耻无望。可是，富察呢？你要记住，我们是越国人。是的，你要记住，我们是越国人。其实，
我们是越国人，这是无法改变的。那你们要我怎么样呢？杀伍子胥。我要夫差杀伍子胥，这是国家对你的要求。在王家队长早安。快传太医来呀！不要找那个胖无救，无救，一定得救好。珍娜姐姐，不要去了，好了，没事了，过去了，好了，没事了。这什么鬼毛病？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爹，自从西施夫人进宫以后，大王变了，我变了，我会变了。我怎么变了？大王怎么不是变？自从西施夫人进宫以后，大王再也不听信老臣的忠言。孤对任何人的忠言都听信的，只要孤认为是忠言，那对鲁国来的说客之过，邀吴国出兵救鲁的事，大王必须重新考虑。伯鲁乃是兄弟之邦，形同唇齿相连。唇亡则齿寒，救鲁志气，师出有名。再说败万乘强起，收千乘弱虏，吴国的声威因此而大振。虞孤的争霸中原，不谋而好，这还有什么考虑的？大王不觉得这是鲁越两国共同设下的圈套？此话怎么讲？老师远征，国内空虚，越国岂不有机可乘？再说，齐国并无溃吴之意，何必因救鲁而树立强敌？老了，尚大夫，老了，一切都变得多疑多惧了，就像对西施一样。你以为孤听信过西施的话，中过他的计？
绝对没有。可是，为了让天下人知道孤是有别于桀纣的，所以孤是不会让他离开后宫的，除非代王与他背道而驰。他要向东，代王偏偏向西；他说好，代王偏说不好，这样才免于中了他的圈套阴谋。这还不易如反掌？说是容易，做是难。尚大夫如此轻率，孤与你打赌如何？但不知代王要怎样打赌。随你说好了。好，那请代王以中原打赌如何？代王如若能说不能行，便不要再论争霸中原。好，孤若能说不能行，从今以后绝不再提争霸中原4个字，均无戏言。尚大夫，孤若能说到做到，你怎么样？代王若能做与西施夫人背道而驰，老臣愿意输了这项上头颅。尚大夫，你们投孤不会让你投的，只要你在孤发兵之前出使齐国一趟。出使齐国？既然子贡不远千里而来，我们也不能够没有点表示。如果齐国把在鲁的军队撤销，那我们就不发兵了。当然，老臣遵旨。真正的忠言，孤是听的。来，我们一言为定。击掌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二位为什么停杯不饮呢？陪臣等目睹盛宴，而怀故国水深火热，民不聊生。此行乃是特奉我主之命，前来恳请代王计量。但愿代王福容所请，越国君臣百姓终身不忘朕计大。承蒙代王赐宴，陪臣等并无扫兴之意，还请代王格外原谅。关于这借粮的事呢，救灾恤邻，国之道也。何况越王以北面称臣，代王岂能有坐视不救之理？大夫言之极是。代王如此宽宏大量，非但越国朝野感恩，就是列国诸侯也都要因此归心了。多蒙指教，不胜感谢。代王，救灾恤邻原是好事，可是我国正在兴军，粮草最重。再说击鼓防饥，一旦我国也有了水旱天灾，那便如何是好？见死不救，你教代王于心何忍？老臣以为，代王千万不可因存心救人，反而忘了自身的忧患。代王，救灾恤民乃是大国的风度。昔日晋国饥荒，秦穆公慷慨借粮，因此秦国的仁义传遍了天下，才使秦穆公能够完成霸业。愿代王效法秦穆公的仁义。太子，可惜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后来秦国饥荒，向晋国借粮，晋却不借。晋国不报恩，那是晋国的不仁不义呀。伯嚭，你需要强词夺理。你也休要危言耸听。伯嚭，这有什么好争论的呢？关于借粮的事，让明天早朝再议。来，
下集节目，我大家开怀畅饮，关于借粮之事，在明日我再说。来来，夫人来得正好。老夫有事，正要向夫人请教。不敢。请问夫人，越国水旱交迫，遍地灾荒，可是真的？真的。夫人不知道？妾身身在吴宫，怎知家乡之事？老夫这就要告诉夫人。而今越国灾情惨重，百姓无以为生，已有一子而失了。唉，哦，请问夫人，府上尚有何人？上有双亲，另有姐弟4人。夫人，越王如今派特使2人前来借粮，依夫人之意，应该借还是不借呀？借还是不借？这是国家大事，上大夫当请问大王才是。此事与越国有关，也与夫人的家属有关，所以老夫先要向夫人请教。夫人以为借好呢，还是不借好？以我之见嘛，借还是不借的好。哦，不借。不借。夫人说的是反话。怎么是反话？夫人急火不顾越国，难道对双亲家属也无动于衷吗？我怎么会无动于衷呢？不过，我以为武上大夫劝大王借粮，是见义勇为；我劝大王进越，是假公济私。与其让我假公济私，何如武上大夫见义勇为呢？对，说的对，好。夫人既然不肯假公济私，孤就不得不见义勇为了。2位可以安心，孤决意借粮，赈济贵国的灾荒。谢大王。哎，大王，怎么？上大夫，大王如此大仁大义，对救鲁发齐的事，相信也一定不会做事吧？当然，孤已经派武上大夫出使齐国，先礼后兵。对，先礼后兵。但愿大王永远见义勇为，并祝武上大夫使其成功，免却生灵涂炭。机不可失，要当机立断。其实，武上大夫，我求求你，其实，你们这些太医，没有一个有用的，这么多年来就没
医不好，我扒你的皮，切你的肉，拿你的骨头，遨游顶天的。大王，病人最怕吵，大王这么大喊大叫的，把病情搞严重了，可不是小人之责。那你就快点儿。夫人是虚火上升，焦虑失眠，受点风寒，出身汗就好了。刚才已经吃过药了。药吃过没有？吃过了。太医说，西施心太重，郁闷成疾。郁闷？怎么会郁闷？还不是受了闷气，又不肯说出来。这样最不好了。有话千万不能闷在心里。什么话？什么人敢让他受气？还有谁呢？还不是武尚大夫，整天的冤枉好人。西施人家背后说他好，他背后人家说西施坏。老匹夫，老匹夫。这是说吧。是。臣闻吴尚大夫已经秘密地把儿子送到齐国，交与齐国的权臣报家掌管。哦，真有此事？事实俱在。吴尚大夫自以为2代元勋，功高望重，大王又不听他的主张，所以他生了怨恨之心。吴尚大夫性如烈火，凡事极端。如今既然胆敢私通齐国，那必有远谋啊！像这样卖主求荣，只顾私利，大王若是置之不问，那将是心腹之患，不堪设想。孤一向以为他虽然倚老卖老，却是一个无二心的忠臣，没想到他也做出这种事。大王明鉴。再者，黄池大会之期不远了，列国诸侯均将参与争霸。臣闻齐晋两国均有争夺盟主之野心。若是吴国不参与争霸，那势必沦为弱小，从此将不能在列国称雄了。黄池大会当然参与。可是吴尚大夫一向都是不主张大王称霸中原的呀。决策在于公，谁敢动摇？大王圣明。15年来，大王南征北讨，宣布威德，为的就是在今天能够会盟诸侯，称霸中原。如今陈、魏、齐、鲁4国均在黄池等候，若是误了会盟的日期，那不仅失信于诸侯，而且贻笑天下。像这样看来嘛，吴尚大夫参见大夫。上大夫有什么要事请太傅进内宫。石夫人正在卧病。恐怕吴国的病比施夫人的病还要重得多吧？这什么意思？臣的意思是说，越国将兴，吴国将亡。中
并非孩童，你已经是50多岁的人，你应该看清楚，朝廷里里外外没有一个不是你的仇人。满朝文武对你不敢说一句真话，各国诸侯都在窥伺吴国，要来挖我们的祖坟，而大王还要远征北伐，去赴黄池大会。多批太宰与主校司马王孙苟昼夜不停地调动善军。老臣一想到大王的处境，不禁忧心如刀。这是大王的决策。20年来，寡人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有什么可虑的呢？他不等大王回眸回来，勾践大军已经打进姑苏，你简直妖言惑众。依你之见，马上调回北上大军，就在此时一举灭越，永除后患。上大夫，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见，说来说去还是这些老套。上大夫是怕大王北伐中原，灭了齐国。胡说！你可知齐国自战败之后，便与晋楚2强修好，为的是如吴再攻齐，晋楚便会联合对我。再有，便是心腹大患之越国。上大夫旁敲侧击，还是不赞成大王称霸中原而已。多批！上大夫，越国之蠢动境况，你难道一无所知吗？范蠡在东海建舟船，朱棣造战车，勾践卧薪尝胆，10余年来如一日，为了什么？列强诸侯哪一国不是如此呢？而且都怀有敌意，唯有勾践献宝书城，还派了精兵给大王助威，事实居在，何用怀疑？你请大王争霸中原，反对拦下灭越之居心，以为老夫不知吗？不妨说明。主张争霸中原是好大喜功，反对灭越是他越国的供奉。如此说来，那么上大夫主张灭越，是因为勾践未曾供奉；反对争霸中原，是怕殃及令郎的安全呢？不必，你说此话是何用？好了，不要吵了。会盟争霸，寡人10多年来苦心经营，请愧难忘。如今已经势在必成，绝不能够临阵退缩，自甘示弱。而且这是天命所归，天命所归。大王的雄心可真令人吃惊。北方列国尽最强盛，会谋之时，北方诸侯绝不肯附和大王，而与晋王为敌呀。所以，寡人要率领全国精兵良将与晋国一决雌雄，也让北方诸侯知道南方强吴的厉害。穷兵黩武，非社稷之福。再说黄池争霸，毫无把握，怎么行贤教训？老臣反对。什么？你说过毫无把握？你说过行贤教训？君王不徇名利，不顾根本，眼见叫民穷财尽，居然不辨忠奸，不明是非，不分利害。住口！你竟敢如此大胆狂言！大王，杜上代，两代功臣，一心为国，誓言冒犯，请大王暂息雷霆之怒，免得气坏了身体。算了吧，夫人，
你不必人前奉迎，枕边进谗。国事如此，就是大王心里的花言巧语。伍子胥，我没有想到你会这样的不通情理。史夫人人前背后从没有对任何事、任何人进过谗言，你却如此毫无顾忌，当面侮辱夫人。你心目中还有君臣之分吗？大王，老二不知安分，心怀奸诈，不忠不信。大王一贯欺压寡人，专权专位，侵害吴国。大王，老臣忠心不二，可是天也。张大夫，你偷偷的把令郎送到齐国去抚养，这件事难道忘了吗？对了，此事寡人隐忍至今，从来没有说穿过。伍子胥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大王，说，老臣。无上大人，两代忠良，千万不能赐死啊！左右，在将寡人的书电取来。是啊，大王，大王，只可惜先王血汗得来的江山，白白的断送在你的手里。我看，你虽不杀勾践，可是勾践绝不会放过你。我是天之所生，地之所在，神之所使，谁敢动我？老臣死后，请父臣的眼珠勾悬在姑苏城上，我要亲眼看见越国大军杀进姑苏。我要豺狼吃你的肉，野火烧你的骨，大风扬你的灰，叫你骨肉糜烂化为齑粉。你还干什么？大王，请听老臣死前的几句话吧。越王勾践爱民敬献，恳听忠言，此人不是必成大事。越王勾践寝不安息，食不兼味，此人不是必得其乐。越王勾践赠君精武，立志灭吴，此人不是必为大敌。你还留恋什么？下去，下去！482年，周敬王38年，夫差14年，
伍子胥死后，夫差更毫无遗迹，不顾民间疾苦，一心争霸中原，由邗沟北征，大会诸侯与黄池。我国10余年来，生聚教养，上下一心，群策群力，已将雪耻复国的准备全部完成。现在，我们的机会到了，我郑重宣誓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即可公开与吴为敌，立刻军事部署，杀入吴都，活捉夫差，洗雪10几年来越国人所受的耻辱。不像话，吴人也太狂妄了。夫差想做盟主，不配。可是他千里迢迢带着兵车赶来，就是要争取主盟的。他们是蛮人，我们能由蛮夷之人来做领袖？不，我们晋国绝不同意。而且我相信，齐宋等国也不会真的同意由夫差来做主盟。那就麻烦了。有什么麻烦？天子派我来结盟，主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和平相处。要是因此而引起征战，那岂不失掉会盟的意义了？中原诸侯纵然流血千里，也不能接受夫差的领导。当初为了息事宁人，我曾经做了若干的退让。如今，请你去告诉夫差，晋国是传统的霸主。千万不能声张出去，要是让齐晋两国知道了，可不得了啊！大王，勾践大军势如破竹，如今太子阵亡，军心惶惶。大王若不能早日班师，恐怕姑苏危在旦夕。请大王早日。别说了，下去，大王下去。是。回来。是。夫人过来。大王，我们还是赶回姑苏吧。黄池之会由他们去。大王，这不行啊！如此，诸侯们一定知道我们内部出了问题，晋人很可能追上来打我们，那将更不堪设想了呀。可是我们等在此地也不行啊，不然的话，我们把汉江的兵调到姑苏，再把爱宁的兵退到汉江。据臣看来呀，此时我们只有以攻为守，以进为退。明天我们出动所有的兵车，在黄池摆下阵势，看晋人如何。他们要是不服的话，我们就打。两边作战，
腹背受敌，乃是兵家大忌。晋人不敢打，他们要是敢打，那回在齐国，他们早就打过来了。如今我们留在黄石仅有400乘战车，可是晋国他们不知啊。来吧。为大周之639年，己未夏5月庚申，戊不差，晋武魏浙汝甲，宋头曼，陈月，蔡奏，曹阳，蒙于宋之皇时，昭告于方明之神月，凡我同盟，好物同之，自今以往，共讲王事，互相加害。若有害吾者，诸国从伐之。在晋，在鲁，在宋，在魏，在陈，在蔡，在曹，无不如之。如遇此盟，明神击之。如遇此盟，明神击之。
蒙，明神机智。如遇此蒙，明神机智。口血未干，岂能为信呢？若有害吾者，诸国同发之。大王，据庞同的来说，他很想在民间试探一个新计划。新计划？什么新计划？什么事？启禀大王，有人在城内散布谣言，说是阅兵就要打进国都了。无上大夫率领地下冤魂在通哭，军民人人心慌意乱，请大王。廖少，你再去看看，把为首的给我抓起来。是，走。你听见了？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说，真是鬼哭？真的。真会有鬼？怎么不会？真是鬼。
列文如在城外呢。李坚的今复活雪耻的神圣日子。其实。勾践，勾践！
告诉你一件事，你知道家乡在闹饥荒吗？我们的父母兄弟在吃草根树皮吗？吃草根树皮，如今连草根树皮都快吃光了，有的人饿得受不了，都在吃土了。吃土，吃土，很多人都胀死了，人们饿得吃土，可是年年对吴国进贡的贡品一样都不能少。是啊，一样都不能少，简直都活不下去了。听说大王已经派文大夫和范大夫到吴国借粮来了。啊，范大夫来了？他什么时候来的？如今他在什么地方？我也不太清楚。他们来借粮的事，还是彭大夫告诉我的。彭大夫？哪个彭大夫？彭同彭大夫，有他武书的荐介，预备投效在伯嚭府里做舍人。他说，借粮的事全靠你了。靠我？是的，靠你。不是有文大夫跟范大夫他们吗？可是夫差只听你一个人的话，你要记住，越国的百姓嗷嗷待哺。换句话说，你可以让他们死，也可以叫他们活。这密简是范大夫托他转给你的。贬弃伍子胥，相会姑苏台。是的，要吴王贬弃伍子胥，阅兵才能打进姑苏台。伍子胥是吴国的磐石，磐石动摇，吴国就会倾塌。可是，希望你能全力对付此人。此人不除，雪耻无望。可是，夫差呢？你要记住，我们是越国人。是的，你要记住，我们是越国人。其实，我们是越国人，这是无法改变的。那，你们要我怎么样呢？杀伍子胥。我，要夫差杀伍子胥，这是国家对你的要求。在王家对方早安。
要找那个胖无救，无救，一辈子救好。珍奶姐姐，不要气了，好了，没事了，过去了，好了，没事了。这什么鬼毛病？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爹，自从西施夫人进宫以后，大王变了，我变了，我变了。我怎么变了？大王怎么不是变？自从西施夫人进宫以后，大王再也不听信老臣的忠言。姑对任何人的忠言都听信的，只要姑认为是忠言。那对鲁国来的说客之过，邀吴国出兵救鲁的事，大王必须重新考虑。伯鲁乃是兄弟之邦，形同唇齿相连。唇亡则齿寒，救鲁志气，师出有名。再说拜万乘强起，收千乘弱虏，吴国的声威因此而大振。于姑的争霸中原不谋而合，这还有什么考虑的？大王不觉得这是鲁越两国共同设下的圈套？此话怎么讲？闹市远征，国内空虚，越国岂不有机可乘？再说，齐国并不溃吴之意，何必因救鲁而树立强敌？老了，尚大夫，老了，一切都变得多疑多惧了，就像对西施一样。你以为姑听信过西施的话，中过他的计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可是，为了让天下人知道姑是有别于桀纣的，所以姑是不会让他离开后宫的，除非大王与他背道而驰。他要向东，大王偏偏向西；他说好，大王偏说不好，这样才免于中了他的圈套阴谋。这还不易如反掌？说是容易，做是难。尚大夫如此轻熟，姑与你打赌如何？但不知大王要怎样打赌？随你说好了。好，那请大王以中原打赌如何？大王如若能说不能行，便不要再论争霸中原。好，姑若能说不能行，从今以后绝不再提争霸中原4个字，君无戏言。尚大夫，姑若能说到做到，你怎么样？大王若能做与西施夫人背道而驰，老臣愿意输了这项上头颅。尚大夫，你的头颅，姑不会让你的头的。只要你在姑发兵之前出使齐国一趟。出使齐国？既然子贡不远千里而来，我们也不能够没有点表示。如果齐国把在鲁的军队撤销，那我们就不发兵了。大
遵旨。真正的忠言，古是听的。来，我们一言为定。机长，好，一言为定。二位为什么停杯不饮呢？陪臣等目睹盛宴，而怀故国水深火热，民不聊生。此行乃是特奉我主之命，前来恳请大王计量。但愿大王福容所请，越国君臣百姓终身不忘政绩大。承蒙大王赐宴，陪臣等并无扫兴之意，还请大王格外原谅。关于这借粮的事嘛，救灾恤邻，国之道也。何况越王以北面称臣，大王岂能有坐视不救之理？大夫言之极是。大王如此宽宏大量，非但越国朝野感恩，就是列国诸侯也都要因此归心了。多蒙指教，不胜感谢。大王，救灾恤邻原是好事，可是我国正在兴军，粮草最重。再说击鼓防饥，一旦我国也有了水旱天灾，那便如何是好？见死不救，你教大王于心何忍？老臣以为，大王千万不可因存心救人，反而忘了自身的忧患。大王，救灾恤民乃是大国的风度。昔日晋国饥荒，秦穆公慷慨借粮，因此秦国的仁义传遍了天下，才使秦穆公能够完成霸业。愿大王效法秦穆公的仁义。太子，可惜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后来秦国饥荒，向晋国借粮，晋却不借。晋国不报恩，那是晋国的不仁不义呀。伯嚭，你需要强词夺理。你也休要危言耸听。伯嚭，这有什么好争论的呢？关于借粮的事，要明天早朝再议。来，夜为嘉宾之后，我大家开会畅议。关于借粮之事，在明日早朝再议。来。正好，老夫有事，正要向夫人请教。不敢。请问夫人，越国水旱交迫，遍地灾荒，可是真的？真的。夫人不知道？妾身身在吴宫，怎知家乡之事？老夫这就要告诉夫人。而今越国灾情惨重，百姓无以为生，已有一子而失了。唉，哦，请问夫人，府上尚有何人呢？上有双亲，另有姐弟4。夫人，越王如今派特使2人前来借粮，依夫人之意，应该借还是不借呀？借还是不借？这是国家大事，上大夫当请问大王才是。此事与越国有关，也与夫人的家属有关，所以老夫先要向夫人请教。夫人以为借好呢，还是不借好？以我之见嘛，借还是不借的好。哦，不借。不借。夫
是反话了。怎么是反话？夫人急火不顾越国，难道对双亲家属也无动于衷吗？我怎么会无动于衷呢？不过，我以为武上大夫劝大王借粮，是见义勇为；我劝大王进院，是假公济私。与其让我假公济私，何如武上大夫见义勇为呢？对，说的对。好，夫人既然不肯假公济私，孤就不得不见义勇为了。二位可以安心，孤决意借粮，赈济贵国的灾患。谢大王。哎，大王，怎么？上大夫，大王如此大仁大义，对救鲁发齐的事，相信也一定不会做事吧？当然，孤已经派武上大夫出使齐国，先礼后兵。对，先礼后兵。但愿大王永远见义勇为，并祝武上大夫使其成功，免却生灵涂炭。机不可失，要当机立断。你们这些太医，没有一个有用的，这么多年来就没有一个把夫人病医好的。今天要再医不好，我扒你的皮，切你的肉，拿你的骨头遨游顶天的。大王，病人最怕吵，大王这么大喊大叫的，把病情搞严重了，可不是小人之责。那你就快点。夫人是虚火上升，焦虑失眠，受了点风寒，出身汗就好了。刚才已经吃过药了。药吃过没有？吃过了。太医说，西施心思太重，郁闷成疾。郁闷？怎么会郁闷？还不是受了闷气，又不肯说出来。这样最不好了。有话千万不能闷在心里。什么话？什么人敢让他受气？还有谁呢？还不是武上大夫，整天的冤枉好人。西施人家背后说他好，他背后人家说西施坏。老匹夫，老匹夫。这是说吧。是。臣闻吴上大夫已经秘密地把儿子送到齐国，交与齐国的权臣报家掌管。哦，真有此事？事实俱在。吴上大夫自以为两代元勋，功高望重，大王又不听他的主张，所以他生了怨恨之心。吴上大夫性如烈火，凡事极端。如今既然胆敢私通齐国，那必有远谋啊！像这样卖主求荣，只顾私利，
大王若是迟迟不问，那将是心腹之患，不堪设想。孤一向以为他虽然倚老卖老，却是一个无二心的忠臣，没想到他也做出这种事。大王明鉴，再者，黄池大会之期不远了，列国诸侯均将参与争霸。臣闻齐晋两国均有争夺盟主之野心。若是吴国不参与争霸，那势必沦为弱小，从此将不能在列国称雄了。黄池大会当然参与。可是吴尚大夫一向都是不主张大王称霸中原的呀。决策在于公，谁敢动摇？大王圣明。15年来，大王南征北讨，宣布威德，为的就是在今天能够会盟诸侯，称霸中原。如今陈、魏、齐、鲁4国均在黄池等候，若是误了会盟的日期，那不仅失信于诸侯，而且贻笑天下。像这样看来嘛，吴尚大夫参见大夫。上大夫有什么要事，请太傅进内宫。石夫人正在卧病。恐怕吴国的病比施夫人的病还要重得多吧？这什么意思？臣的意思是说，越国将息，吴国将亡。50多岁的人，你应该看清楚，朝廷里里外外没有一个不是你的仇人。满朝文武对你不敢说一句真话，各国诸侯都在窥伺吴国，要来挖我们的祖坟，而大王还要远征北伐，去赴黄池大会。伯嚭太宰与左校司马王孙苟昼夜不停地调动山军。老臣一想到大王的处境，不禁忧心如刀。这是大王的决策。20年来，寡人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有什么可虑的呢？他不等大王会盟回来，构建大军已经打进姑苏，你简直妖言惑众。依你之见，马上调回北上大军，就在此时一举灭越，永除后患。上大夫，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见，说来说去还是这些老套。上大夫是怕大王北伐中原，灭了齐国。胡说！你可知齐国自战败之后，便与晋楚2强修好，为的是如吴再攻齐，晋楚便会联合对我。再有，便是心腹大患之越国。
上大夫旁敲侧击，还是不赞成大王称霸中原而已。狗屁！上大夫，越国之蠢动境况，你难道一无所知吗？范蠡在东海建舟船，诸暨造战车，构建卧薪尝胆，10余年来如一日，为了什么？列强诸侯哪一国不是如此呢？而且都怀有敌意，唯有勾践献宝书城，还派了精兵给大王助威，事实居在，何用怀疑？你请大王争霸中原，反对南下灭越之居心，以为老夫不知吗？不妨说明。主张争霸中原是好大喜功，反对灭越是他越国的供奉。如此说来，那么上大夫主张灭越，是因为勾践未曾供奉；反对争霸中原，是怕殃及令郎的安全呢？不必，你说此话是何用？好了，不要吵了。会盟争霸，寡人10多年来苦心经营，请愧难忘。如今已经势在必成，绝不能够临阵退缩，自甘示弱。而且这是天命所归呀，天命所归。大王的雄心可真令人吃惊。北方列国尽最强盛，会谋之时，北方诸侯绝不肯附和大王，而与晋王为敌呀。所以，寡人要率领全国精兵良将与晋国一决雌雄，也让北方诸侯知道南方强吴的厉害。穷兵黩武，非社稷之福。再说黄池争霸，毫无把握，怎么行贤侥幸？老臣反对。什么？你说过毫无把握，你说过行贤侥幸。君王不徇名利，不顾根本，眼见叫民穷财尽，居然不辨忠奸，不明是非，不分利害。住口！你竟敢如此大胆狂言！大王，不上报2代功臣一心为国，誓言冒犯，请大王暂息雷霆之怒，免得气坏了身体。算了吧，夫人，你不必人前奉迎，枕边惊谗。国事如此，就是大王心里的花言巧语。伍子胥，我没有想到你会这样的不通情理。侍夫人人前背后从没有对任何事、任何人进过谗言，你却如此毫无顾忌，当面侮辱夫人。你心目中还有君臣之分吗？大夫，老二不知安分，心怀奸诈，不忠不信。大王一贯欺压寡人，专权专位，侵害吴国。大王，老臣忠心不二，可是敌也。上大夫，你偷偷的把令郎送到齐国去抚养，这件事难道忘了吗？对了，此事寡人隐忍至今，从来没有说穿过。伍子胥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大王，说，老臣。大王，吾上在2代忠良，千万不能赐死啊！左右，在将寡人的书剑取来。是啊，大王，大王，
得来的江山，白白的断送在你的手里。我看，你虽不杀勾践，可是勾践绝不会放过你。我是天之所生，地之所在，神之所使，谁敢动我？老臣死后，请父臣的眼珠勾悬在姑苏城上，我要亲眼看见越国大军杀进姑苏。我要豺狼吃你的肉，野火烧你的骨，大风扬你的灰，叫你骨肉糜烂化为齑粉。你还干什么？大王，请听老臣死前的几句话吧。越王勾践爱民敬献，恳听忠言，此人不是，必成大事。越王勾践寝不安息，食不兼味，此人不是，必得其愿。越王勾践赠君精武，立志灭吴，此人不是，必为大敌。你还留恋什么？下去，下去！482年，周敬王38年，夫差14年，伍子胥死后，夫差更毫无敌迹，不顾民间疾苦，一心争霸中原，由邗沟北征，大会诸侯与黄池。我国10余年来，生聚教养，上下一心，群策群力，已将雪耻复国的准备全部完成。现在，我们的机会到了，我郑重宣誓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即可公开与吴为敌，立刻军事部署，杀入吴都，活捉夫差，洗雪10几年来越国人所受的耻辱。笑话，吴人也太狂妄了。夫差想做盟主，不配。可是他千里迢迢带着兵车赶来，就是要争取主盟的。他们是蛮人，我们能由蛮夷之人来做领袖？不，我们晋国绝不同意。而且我相信，齐宋等国也不会真的同意由夫差来做主盟。那就麻烦了。有什么麻烦？天子派我来结盟，主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和平相处。要是因此而引起征战，那岂不失掉会盟的意义了？中原诸侯纵然流血千里，也不能接受夫差的领导。当初为了息事宁人，
我曾经做了若干的退让，如今，请你去告诉夫差，晋国是传统的霸主。千万不能声张出去，要是让齐晋两国知道了，可不得了啊！大王，勾践大军势如破竹，如今太子阵亡，军心惶惶。大王若不能早日班师，恐怕姑苏危在旦夕。请大王早日。别说了，下去，大王下去。是。回来。是。还是赶回姑苏吧，黄池之会由他们去。大王，这不行啊！如此，诸侯们一定知道我们内部出了问题，晋人很可能追上来打我们，那将更不堪设想了呀。可是我们等在此地也不行啊，不然的话，我们把汉江的兵调到姑苏，再把爱宁的兵退到汉江。据臣看来呀，此时我们只有以攻为守，以进为退。明天我们出动所有的兵车，在黄池派下阵势，看晋人如何。他们要是不服的话，我们就打。各边作战，腹背受敌，乃是兵家大忌。晋人不敢打，他们要是敢打，那回在齐国，他们早就打过来了。如今我们留在黄池仅有400乘战车，可是晋国他们不知啊。来吧。
尝一尝做画的滋味。这牛味儿是好吃的。为大周之639年，己未夏5月庚申，戊不差，晋武魏浙卢贾，宋筹曼，陈月蔡宋曹阳，蒙于宋之皇时，昭告于方明之神月，凡我同盟，好物同之。自今以往，共讲王事，互相加害。若有害吾者，诸国从伐之。在晋，在鲁，在宋，在魏，在陈，在蔡，在曹，无不如之。如遇此盟，明神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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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。
信的。若有害吾者，诸国同发之。大王，据庞统的来说，他很想在民间试探一个新计划。新计划？什么新计划？什么事？启禀大王，有人在城内散布谣言，说是阅兵就要打进国都了。扶桑大夫率领地下冤魂再通空，军民人人心慌意乱，请大王。廖少，你再去看看，把为首的给我抓起来。是，走。你听见了？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说，真是鬼哭？真的。真会有鬼？怎么不会？真是鬼。
国雪耻的神圣日子。这是。饥荒吗？我们的父母兄弟在吃草根树皮吗？吃草根树皮，如今连草根树皮都快吃光了，有的人饿得受不了，都在吃土呢。吃土，吃土，很多人都胀死了。人们饿得吃土，可是年年对吴国进贡的贡品一样都不能少。是啊，一样都不能少，简直都活不下去了。听说大王已经派文大夫和范大夫到吴国借粮来了。啊，范大夫来了？他什么时候来的？如今他在什么地方？我也不太清楚。
他们来借粮的事，还是彭大夫告诉我的。彭大夫？哪个彭大夫？彭同彭大夫，有他武术的见解，预备投效在伯辟府里做舍人。他说，借粮的事全靠你了。靠我？是的，靠你。不是有文大夫跟范大夫他们吗？可是富察只听你一个人的话，你要记住，越国的百姓嗷嗷待哺。换句话说，你可以让他们死，也可以叫他们活。这密件是范大夫托他转给你的。贬弃伍子胥，相会姑苏台。是的，要吴王贬弃伍子胥，阅兵才能打进姑苏台。伍子胥是吴国的磐石，磐石动摇，吴国就会倾塌。可是，希望你能全力对付此人。此人不除，雪耻无望。可是，富察呢？你要记住，我们是越国人。是的，你要记住，我们是越国人。其实，我们是越国人，这是无法改变的。那，你们要我怎么样呢？杀伍子胥。我，要夫差杀伍子胥，这是国家对你的要求。在王家找那个胖无救，无救，一辈子救不好。珍奶姐姐，不要气了，好了，没事了，过去了，好了，没事了，啊，这什么鬼毛病？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爹，自从西施夫人进宫以后，大王变了，我变了。
人进宫以后，大王再也不听信老臣的忠言。孤对任何人的忠言都听信的，只要孤认为是忠言。那对鲁国来的说客子贡邀吴国出兵救鲁的事，大王必须重新考虑。伯鲁乃是兄弟之邦，形同唇齿相连。唇亡则齿寒，救鲁志气，师出有名。再说拜万乘强起，收千乘弱辱，吴国的声威因此而大振。于孤的争霸中原不谋而合，这还有什么考虑？大王不觉得这是鲁越两国共同设下的圈套？此话怎么讲？老师远征，国内空虚，越国岂不有机可乘？再说齐国并不溃吴之意，何必因救鲁而树立强敌？老了，尚大夫，老了，一切都变得多疑多惧了，就像对西施一样。你以为孤听信过西施的话，中过他的计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可是，为了让天下人知道孤是有别于桀纣的，所以孤是不会让他离开后宫的，除非大王与他背道而驰。他要向东，大王偏偏向西；他说好，大王偏说不好，这样才免于中了他的圈套阴谋。这还不易如反掌？说是容易，做是难。尚大夫如此轻视我，孤与你打赌如何？但不知大王要怎样打赌？随你说好了。好，那请大王以中原打赌如何？大王如若能说不能行，便不要再论争霸中原。好，孤若能说不能行，从今以后绝不再提争霸中原4个字，均无戏言。尚大夫，孤若能说到做到，你怎么样？大王若能做与西施夫人背道而驰，老臣愿意输了这项上头颅。尚大夫，你们头孤不会让你的头的，只要你在孤发兵之前出使齐国一趟。出使齐国？既然子贡不远千里而来，我们也不能够没有点表示。如果齐国把在鲁的军队撤销，那我们就不发兵了。当然，老臣遵旨。真正的忠言，孤是听的。来，我们一言为定。击掌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二位为什么停杯不饮呢？陪臣等目睹甚烈，而怀故国水深火热，民不聊生。此行乃是册封我主之命，前来恳请大王计量。但愿大王福容所请，越国君臣百姓终身不忘朕记他。承蒙大王赐宴，陪臣等并无扫兴之意，还请大王格外原谅。关于这借粮的事呢，救灾恤邻，国之道也。何况越王以北面称臣，大王岂能有坐视不救之理？大夫言之极是，
宽宏大量，非但越国朝野感恩，就是列国诸侯也都要因此归心了。德蒙指教，不胜感谢。大王，救灾恤民原是好事，可是我国正在兴军，粮草最重。再说击鼓防饥，一旦我国也有了水旱天灾，那便如何是好？见死不救，你教大王于心何忍？老臣以为，大王千万不可因存心救人，反而忘了自身的忧患。大王，救灾恤民乃是大国的风度。昔日晋国饥荒，秦穆公慷慨借粮，因此秦国的仁义传遍了天下，才使秦穆公能够完成霸业。愿大王效法秦穆公的仁义。太子，可惜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后来秦国饥荒，向晋国借粮，晋却不借。晋国不报恩，那是晋国的不仁不义呀。伯嚭，你需要强词夺理。你也休要危言耸听。伯嚭，这有什么好争论的？关于借粮的事，等明天早朝再议。来来来，也为家庭结盟，我大家开怀畅谈。关于借粮之事，在明日早朝再议。来来。正好，老夫有事，正要向夫人请教。不敢。请问夫人，越国水旱交迫，遍地灾荒，可是真的？真的。夫人不知道？妾身身在吴宫，怎知家乡之事？老夫这就要告诉夫人。而今越国灾情惨重，百姓无以为生，已有一子而食了。哦，请问夫人，府上尚有何人？上有双亲，另有姐弟4。夫人，越王如今派特使2人前来借粮，依夫人之意，应该借还是不借呀？借还是不借？这是国家大事，上大夫当请问大王才是。此事与越国有关，也与夫人的家属有关，所以老夫先要向夫人请教。夫人以为借好呢，还是不借好？以我之见嘛，借还是不借的好。哦，不借。不借。夫人说的是反话吧？怎么是反话？夫人急火不顾越国，难道对双亲家属也无动于衷吗？我怎么会无动于衷呢？不过，我以为武上大夫劝大王借粮，是见义勇为；我劝大王进越，是假公济私。与其让我假公济私，何如武上大夫见义勇为呢？对，说的对，好好。夫人既然不肯假公济私，孤就不得不见义勇为了。2位可以安心，孤决意借粮，赈济贵国的灾荒。谢大王。哎，大王，怎么？上大夫，大王如此大仁大义，对救鲁发齐的事，相信也一定不会做事吧？当然，孤已经派武上大夫出使齐国，
先礼后兵。对，先礼后兵。但愿大王永远见义勇为，并祝武尚大夫使其成功，免却生灵涂炭。机不可失，要当机立断。其实，武尚大夫，我求求你，其实我不是。你们这些太医，没有一个有用的，这么多年来就没有一个把夫人病医好的。今天要是再医不好，我扒你的皮，切你的肉，拿你的骨头遨游顶天的。大王，病人最怕吵，大王这么大喊大叫的，把病情搞严重了，可不是小人之责。那你就快点。夫人是虚火上升，焦虑失眠，受了点风寒，出身汗就好了。刚才已经吃过药了。药吃过没有？吃过了。太医说，西施心太重，郁闷成疾。郁闷？怎么会郁闷？还不是受了闷气，又不肯说出来。这样最不好了。有话千万不能闷在心里。什么话？什么人敢让他受气？还有谁呢？还不是武尚大夫，整天的冤枉好人。西施人家背后说他好，他背后人家说西施坏。老匹夫，老匹夫。这是说吧。是。臣闻吴尚大夫已经秘密地把儿子送到齐国，交与齐国的权臣报家召还。哦，真有此事？事实俱在。吴尚大夫自以为2代元勋，功高望重，大王又不听他的主张，所以他生了怨恨之心。吴尚大夫性如烈火，凡事极端。如今既然胆敢私通齐国，那必有远谋啊！像这样卖主求荣，只顾私利，大王若是置之不问，那将是心腹之患，不堪设想。故一向以为他虽然倚老卖老，却是一个无二心的忠臣，没想到他也做出这种事。大王明鉴。再者，黄池大会之期不远了，列国诸侯均将参与争霸。臣闻齐晋2国均有争夺盟主之野心。若是吴国不参与争霸，那势必沦为弱小，从此将不能在列国称雄了。黄池大会当然参与。可是吴尚大夫一向都是不主张大王称霸中原的呀。决策在于公，谁敢动摇？大王圣明。15年来，大王南征北讨，宣布威德，为的就是在今天能够会盟诸侯，称霸中原。如今陈、魏、齐、鲁
均在黄池等候。若是误了会盟的日期，那不仅失信于诸侯，而且贻笑天下。像这样看来嘛，上大夫，参见大夫。上大夫有什么要事，请太平进内宫。石夫人正在卧病。恐怕吴国的病比施夫人的病还要重得多吧？你这什么意思？臣的意思是说，越国将息，吴国将亡。上大夫，你老了，你很忠心，你讲什么我都懂的。你下去吧。大夫，你并没有懂，你并非孩童，你已经是50多岁的人。你应该看清楚，朝廷里里外外没有一个不是你的仇人。满朝文武对你不敢说一句真话，各国诸侯都在窥伺吴国，要来挖我们的祖坟，而大王还要远征北伐，去赴黄池大会。伯嚭太宰与主校司马王孙苟昼夜不停地调动三军。老臣一想到大王的处境，不禁忧心如刀。这是大王的决策。20年来，寡人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有什么可虑的呢？他不等大王会盟回来，构建大军已经打进姑苏，你简直妖言惑众。依你之见呢？马上调回北上大军，就在此时一举灭越，永除后患。上大夫，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见，说来说去还是这些老套。上大夫是怕大王北伐中原，灭了齐国。胡说！你可知齐国自战败之后，便与晋楚2强修好，为的是如吴再攻齐，晋楚便会联合对我。再有，便是心腹大患之越国。上大夫旁敲侧击，还是不赞成大王称霸中原而已。伯嚭，上大夫，越国之蠢动境况，你难道一无所知吗？范蠡在东海建舟船，朱骥造战车，构建卧薪尝胆，10余年来如一日，为了什么？列强诸侯哪一国不是如此呢？而且都怀有敌意，唯有勾践献宝书城，还派了精兵给大王助威，事实居在，何用怀疑？你请大王争霸中原，反对拦下灭越之居心，以为老夫不知吗？不妨说明。主张争霸中原是好大喜功，反对灭越是他越国的供奉。如此说来，那么上大夫主张灭越，是因为勾践未曾供奉；反对争霸中原，是怕殃及令郎的安全。伯嚭，你说此话是何用？好了，不要吵了。会盟争霸，寡人10多年来苦心经营，勤愧难忘。如今一
竟势在必成，绝不能够临阵退缩，自甘示弱。而且，这是天命所归呀，天命所归。大王的雄心可真令人吃惊。北方列国尽最强盛，会谋之时，北方诸侯绝不肯附和大王，而与晋王为敌呀。所以，寡人要率领全国精兵良将与晋国一决雌雄，也让北方诸侯知道南方强吴的厉害。穷兵黩武，非社稷之福。再说黄池争霸，毫无把握，怎么行贤教训？老臣反对。什么？你说过毫无把握，你说过行贤教训。君王不徇名利，不顾根本，眼见叫民穷财尽，居然不辨忠奸，不明是非，不分利害。住口！你竟敢如此大胆狂言！大王，独上拜，两代功臣，一心为国，失言冒犯，请大王暂息雷霆之怒，免得气坏了身体。算了吧，夫人，你不必人前奉迎，枕边进谗。国事如此，就是大王心里的花言巧语。伍子胥，我没有想到你会这样的不通情理。施夫人人前背后从没有对任何事、任何人进过谗言，你却如此毫无顾忌，当面侮辱夫人。你心目中还有君臣之分吗？大王，老二不知安分，心怀奸诈，不忠不信。大王一贯欺压寡人，专权专位，侵害吴国。大王，老臣忠心不二，可是天也。张大夫，你偷偷的把令郎送到齐国去抚养，这件事难道忘了吗？对了，此事寡人隐忍至今，从来没有说穿过。伍子胥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大王，说，老臣。大王，吾上在两代忠良，千万不能赐死啊！左右，在，将寡人的书剑取来。是啊，大王，大王，只可惜先王血汗得来的江山，白白的断送在你的手里。我看，你虽不杀勾践，可是勾践绝不会放过你。我是天之所生，地之所在，神之所使，谁敢动我？老臣死后，请父臣的眼珠勾悬在姑苏城上，我要亲眼看见越国大军杀进姑苏。我要豺狼吃你的肉，野火烧你的骨，大风扬你的灰，叫你骨肉糜烂化为齑粉。你还看什么？大王，请听老臣死前的几句话吧。越王勾践爱民敬贤，恳听忠言，此人不是必成大事。越王勾践寝不安息，食不兼味，此人不是必得其乐。越王勾践赠君敬我，立志灭吾，此人不是必为
为大敌。你还留恋什么？下去，下去！482年，周敬王38年，夫差14年，伍子胥死后，夫差更毫无遗迹，不顾民间疾苦，一心争霸中原，由邗沟北征，大会诸侯于黄池。我国10余年来，生聚教养，上下一心，群策群力，已将雪耻复国的准备全部完成。现在，我们的机会到了，我郑重宣誓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即可公开与吴为敌，立刻军事部署，杀入吴都，活捉夫差，洗雪10几年来越国人所受的耻辱。不像话，吴人也太狂妄了。夫差想做盟主，不配。可是他千里迢迢带着兵车赶来，就是要争取主盟的。他们是蛮人，我们能由蛮夷之人来做领袖？不，我们晋国绝不同意。而且我相信，齐宋等国也不会真的同意由夫差来做主盟。那就麻烦了。有什么麻烦？天子派我来结盟，主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和平相处。要是因此而引起征战，那岂不失掉会盟的意义了？中原诸侯纵然流血千里，也不能接受夫差的领导。当初为了息事宁人，我曾经做了若干的退让。如今，请你去告诉夫差，晋国是传统的霸主。千万不能声张出去，要是让齐晋两国知道了，可不得了啊！大王，勾践大军势如破竹，如今太子阵亡，军心惶惶，
我们还是赶回姑苏吧。皇池之会由他们去。大王，这不行啊！如此，诸侯们一定知道我们内部出了问题，晋人很可能追上来打我们，那将更不堪设想了呀。可是我们等在此地也不行啊，不然的话，我们把汉江的兵调到姑苏，再把爱宁的兵退到汉江。据臣看来呀，此时我们只有以攻为守，以进为退。以进为退。明天我们出动所有的兵车，在黄池摆下阵势，看晋人如何。他们要是不服的话，我们就打。当面作战，腹背受敌，乃是兵家大忌。晋人不敢打，他们要是敢打，那回在齐国，他们早就打过来了。如今我们留在黄石仅有400乘战车，可是晋国他们不知啊。来吧。为大周之639年，己未夏5月庚申，戊不差，晋武、魏浙、卢贾、宋仇曼、陈越、蔡奏、曹阳，蒙于宋之皇池，昭告于方明之沈月，凡我同盟，好物同之。自今以往，共讲王室，互相加害。若有害吾者，诸国同伐之。在晋，在鲁，在宋，在魏，在陈，在蔡，在曹，无不如之。如遇此盟，明神击之。如遇此盟，明神击之。
此盟，明神机之。如遇此盟，明神机之。口血未干，岂能为信呢？若有害吾者，诸国同发之。大王，据房同的来说，他很想在民间试探一个新计划。新计划？什么新计划？什么事？启禀大王，有人在城内散布谣言，说是阅兵就要打进国都了。无上大夫率领地下冤魂再通空，军民人人心慌意乱，请大王。廖少，你先去看看，把为首的给我抓起来。是，走。你听见了？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说，真是鬼哭？真的。真会有鬼？怎么不会？真是鬼。
勾群兵全部调来，准备和勾结，决一死战。勾践，